你有冇試過質疑自己而家嘅職業，好似覺得唔係好適合自己，要轉工又唔知轉咩好，都覺得份工好似唔係好順呢？到底你有冇入錯行呢？今次我哋就透過上升星座透視一下你嘅賺錢技能係啲乜嘢啦。如果你嘅上升星座落入火象星座，即係白羊、獅子、人馬座嘅朋友，咁好多時候咧，你哋揾錢咧就必須咧要注意到咧，公營機構裏邊咧做得耐啦，去到某個位置就會有某個升幅啦，穩定持續增長咧嘅職業種類咧會比較適合你嘅。咁多數呢啲就係政府工啦，可能係一啲銀行嘅理財嘅工作啦，甚至乎咧可能係一啲叫做比較要需要你一啲專業嘅一啲意見嘅方向啦。咁啊，通常可能一啲管理嘅工作咧都會比較適合你哋嘅。而你哋喺選擇一啲職場嘅環境方面，可能你可以選擇一啲有架構嘅公司啦，啲叫做可見嘅成績嘅，即係唔係一板一眼咁樣咧，咁你哋會更加適合嘅。好啦，至於上升咧，喺呢個水象星座嘅朋友，包括巨蟹、雙魚、天蠍嘅朋友啦，咁你哋反而咧喺職業上面咧又調翻轉咧，需要做翻一啲叫做比較火象能量嘅嘢喎，可能係一啲叫做需要你去勇敢啲啦，要冒險啲嘅，要多啲動能喺裏邊嘅。咁譬如可以係一啲對小朋友啦，比較活潑啲嘅工作啦，又或者可能需要你發揮一啲叫做個人嘅創意喺裏邊啦。咁亦都喺工種上面咧，有啲喐動嘅，甚至乎咧會用少少你嘅活力喺裏邊嘅。咁好似譬如消防員啦，啲做運動嘅工作啦，咁係一啲要對老細嘅。見多啲外國人啊，或者可能教育類別嘅都可以嘅。咁有一個朋友嚟揾我去上升，我冇記錯係落入巨蟹啦。咁佢當時咧亦都係做緊一個補習社嘅老師嘅。咁呢個補習社咧，除咗符合咗佢自己嘅適合做教育啦，可能對小朋友之外啦，同一時間咧佢嗰間補習社係有幾個唔同嘅中心啊。咁於是佢就可以走嚟走去咧，咁樣去繼續做佢嘅工作啦。咁呢一方面咧，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2026年咧，你喺自己嘅事業上面咧有一啲抱負啦，或者一啲新嘅計劃咧想啟動，想知道最好嘅時機或者點樣做先最適合，唔知點樣去揀嘅話咧，都可以嚟揾我做一個詳細嘅解盤咧，或者占卜咧，去幫你揾答案㗎。